今麦各地头拢有欠护理人力的问题，屏东县是大省推出加薪的计划，要甲县内23间病院合作，未来只要是转去屏东，或者是伫咧屏东做新进的医护人员，轮班照顾病房，直接本薪就要增加6000块，希望会当吸引到人才回乡，也将这护理毕业生留伫咧屏东就业。妹妹、弟弟不用去六都，屏东较好，所以我们。台中卫生局长就宣布加薪6000块，大概病院代表甲护理系学生马上响起热烈的呼声，因为薪水甲工作环境无够好，全国各地拢欠护理师，目前屏东县的护理师就欠400多人，护理师无够也连带影响到民众看病权益。护理系学生讲，这阵的工作环境，互因对未来就业真烦恼，看到县府愿意改善，也提关键留伫屏东的意愿。卫生组就是说愿意帮我们加薪这部分，因为其实这真的是我们非常担心的，就是那个劳力啊跟你的薪资不成正比。全国的所谓的空缺率，过往是大概5% 左右，那目前国内已经走到了7% 到8%。屏东县大省全国推出加薪计划，得到县内23间病院的响应。对5月初开始，为期2年，由县府出3000，病院出3000。不管是毕业生回来故乡，也是重新回来做护理工作，只要是符合条件来屏东就业，就直接本薪加6000块。卫生局讲，工时甲薪水问题乃当改善，医护人员都被流失，民众都被看医生无病床，这是一个善的循环。绑底薪你会牵涉到你的劳健保薪资的申报，绑底薪会牵涉到你未来劳保的退休，绑底薪上得去下不来。妹妹，大家知道我的用意吗？好。卫生局讲，若新进人员有补贴薪水，针对现职人员冇留任的奖励，只有护理人员愿意投入工课场，病院才有法度正常运作，民众的就医权益就有保障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、屏东采访报道。